哋開波啊！OK，攞翻個半場邊個冇問題，攞翻個半場喂，控佢斬去邊度喂？去得，好飛，叻仔，叻漏咗，叻，邊個埋身 ？Yes， 一腳我哋杯，孭佢抌，要知抌，留啊喺度啊！冇問題，要知望波要知。買得，阿陳要殺晒，仔起身望下，要專要跑啦，要專喂，小寶預備執啦，入中間啦，小寶。拉過嚟啊！望人23號你咪俾孝臣咯，你要隻7號噶嘛，搞掂。keeper 集中啊射波 ，keeper Garrett 集中啊射波，睇住佢。放現場，喂，分水咩？黃孝臣，要報，太落，你一個吊住兩個上唔到去啊 ！Norris 要隻7號喂。唔好拉佢哋落去，小寶。係咪有個機會啦喂？嗌佢哋啦，邊度睇到你啊？要 shift 過去啊嘛，你哋唔係練過咩喂？太落啦，呢場。呢場幾位嚟㗎？你走落去做乜嘢啊？喂！呢場唔好落國球旗啊 ！OK。Edmund，留意前面，推唔到遠啊喂！成個會㗎。佢走都睇唔到你啊！Lauren，深呼吸一啖先斬，慢慢嚟。放鬆個人，你斬到嘅。好，叻仔。得咗要追啊！開場。佢得啦，小寶，行下引開佢，行下就得㗎啦。係啦，叻仔行下喺佢面前行嚟行去。
場。胡專入中間啦喂！請問那不攝影能加離開啊？還不符合他們球員呢？這個我們觀察一下。好，我都係詢問一下。又落咗4位配場。小寶 keep 住喐 ，keep 住喐配場。好波 Eman， 冇問題 Eman。睇住23號，睇住23號。胡堅頂住啊！依堅，你前面過去。去埋，去晒。Lawrence 要去。叻仔 Lawrence， 好快問 ，Eman 專心啊 Eman。叻仔 Phil， 喂，後面3個出返嚟啦喂！
上去，咁得你。追埋，一邊追埋。走落啲，小寶走落啲，12碼點，12碼點。小寶出翻嚟啦！
寶幫手啊，小寶。